哇！导演好了，画面好了，来，开始，好，开始，来，打板，预备，开始。哎，谁的呼机？关上！谁的呼机？谁的呼机？快！谁的？是不是你的？查着。谁的？把这手机呼机啊，都关一下啊！哎，咱们抓点紧好不好？别弄的这事儿好不好？哎，咱们重新录音啊！BB 机、手机全部关掉啊！抓紧时间，再来一遍。再来，来，让那个演员再往那边去一点啊！来，抓紧时间。来，往那边来点。哎，好，来，预备，来，抓紧时间。好，开机，开始。还有回击，还有回击，还有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干啥呀？这拍不拍了？干不干？这谁的手机？谁的呼机啊？到底是谁的？怎么这么说就不制片看一看吧，制片啊？怎么这么说就不听啊？你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你的啊？手机你说怎么回事？不是手机，一个镜头呼机是没呼机，这年头谁还使呼机呀？没事啊，行，别说了。一上午一个镜都没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都关了。多少开会怎么说的？来，快点！来，开始！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？今儿还拍不拍？今儿？我操！今儿还拍不拍？今儿？这怎么回事嘛？这是？今儿查不出这个呼机是谁？我不拍了，今天。没事啊，都关了，都关了。导演，我听着这声音，好像是从脚底下发出的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不信听听。老吴，看怎么回事？我看看。哎，导演，还真是从那儿出来的。今儿齐了，今儿。来，点球，来。什么玩意儿？血啊！再挖吧。这得报警啊！要是前一段个儿就给分了，嘿，上香了，嘿。应该挖烂了。那里有啥东西？什么呀？什么硬币？这什么东西？这是？哎，这么怕呢？哎，什么味儿？这是？哇！康儿，刘队呢？里边呢？啊，帮我听电话啊！哎，刘队，不是让你敲门再进来吗？怎么这老规矩都忘了？那行，那我出去了啊。那案子我不查了啊。你别给我卖关子了，说吧。给，拿。我把咱们队啊，新来的那几个实习生加上老的，分成2个组，一组呢跟着你查查那些小案子，还有一组啊，专门跟我查那个匿名信的案子，好吧？把我给架空了是吧？那不是为你好吗？那我听听，你都选了一些什么样的精兵？新分了那几个，除了那个话痨龚倩我不要，别的我都带走，啊！什么叫话痨啊？刘队，凭什么他们能进专案组，我就进不了？我在学校成绩比他们好多了。你一个小姑娘跟着刘队有什么不好啊？多学点东西。你不是挺崇拜刘队的吗？小姑娘怎么了？崇拜刘队跟这也没关系啊。你
你是不是对我们老同事有偏见，不愿意跟我们合作？不是的，刘队，他老是这样欺负我。刘队有案子，走，湖畔那边又发现2具无名女尸。走。你就别想那么多了，跟我们一块儿去吧。走。哎，张总啊，贺清明他现在很坚持啊，什么？他是软硬不吃。我还是要立案？是啊，不是，那你怎么说的？我已经尽力了，一旦立案，咱们全完蛋。现在是关键时刻，张总您必须要下决心。算了，还是我来想办法。好像最近得有小人啊。哎，哥，怎么了？刘副官长说，那个贺清明在是否立案的问题上还在犹豫。这他妈书呆子，怎么不识好歹呀？是啊，要是真的立了案，这事情可就闹大了。我们的损失绝不仅仅是那几千万。哥，要不然把他给做了。消息已经走漏出去，做了他也没用。看来只有我去找他了。大不了有什么事情，我一个人顶下来。哥，要不再想想别的办法吧？没什么别的办法，我已经想过了，只有这样。我要是回不来，就把这钥匙交给聂总。哥，要不跟聂总商量一下吧？不用，他在俱乐部拉琴呢，没什么重要的事儿，就不要打扰他。这还不重要啊，这是去送死啊！还是跟聂总商量一下吧。我说不用。哥，张总，完事了吗？完事了，完事了，能进去了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王队，哎，怎么个情况？2具女尸。哎，对，王队，从女人身上发现个呼吸。总监，看一下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刘队，
对。行啊，练着吧，忙了。来，一块练练。上礼拜练到哪儿了？大概还行，好到手是吧？接着练吧哈。啊，接着来啊，来。来，预备，起。